目前咱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长咧流行期，就医的病例逐礼拜嘛拢增加，疾管署有个会继续拖。即阵着立委要求中央得爱公费补助肠仔病毒的疫苗，互囡仔来做。台中市贸议员要求地方的政府得爱公费补助，不过这肠仔病毒的疫苗一档嘛无俗，需要考虑到中央甲地方的财政分配状况。保障幼童健康，减轻家长负担。根据疾管署公布的数字，顶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去门急诊，互医生看的，计共有16240人次，平均一礼拜增加13.4%。国内肠仔病毒疫情当咧流行期，疾管署估计疫情会继续行。即摆囡仔若要做肠仔病毒疫苗，家长需要自费。有立委呼吁中央应该补助，互国内0到5岁囡仔会当公费注射。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国内0到5岁儿童超过94万人。而且每一剂的价格也并不低哦，每一剂大概是4000元到4300，而且完整的话要接种就是2到3剂，也就是说必须花费8000左右。目前台中市是全国因为肠仔病毒停课上济的县市，南投县已经公费补助中价收入户肠仔病毒疫苗，所以台中市也有议员要求台中市府爱公费补助。我想我们的财政比南投好很多了哈，副市长。南投目前采购，我们看到资料是1280剂啦，哈，就是说虽然它的财政当然直辖市，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都稍微少。因为我自己小朋友的学校也是，就是最近都有肠病毒的那个同学，算是要普遍啦，要广泛的去帮幼童去做施打。如果是会超出政府预算的话，我觉得那就是家长自费也可以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小孩的健康就是自己要负责。立委要求肠仔病毒疫苗中央公费补助，地方也有机关要求由地方市府补助。但是肠仔病毒疫苗一档计小4000块，至少爱做2档，无俗。考量中央地方财务状况，肠仔病毒疫苗全面公费注射敢有必要？民众、政府、民代拢有无共想法。记者郭美玲、玉凯台北报道。